政府一直關注香港建造成本相對高嘅問題。我哋自2023年第4季開始，展開咗建造成本嘅策略性研究，參考咗國內外工程經驗，以及同本地業界唔同持份者交流意見之後，制定咗減低公務工程項目成本嘅4大具體方向，分別係優化項目採購模式、善用先進科技及建造技術、精簡審批流程同埋檢視設計標準及要求等方向，以控制同埋降低建造成本。我哋今年起會以成熟一項推一項、先行先試嘅模式推行相關嘅策略性措施。就好似喺善用先進科技同建造技術方面，推動公私營項目先後應用遙控天秤系統。發展局透過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同建築署合作，喺首個公務工程項目中引入遙控天秤系統。操作員可以透過系統喺地面遙距控制天秤，咁樣可以減少操作員上落天秤時所需要嘅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同埋生產力。發展局同時亦牽頭協助一個位於加路連山道私人發展項目應用遙控天秤系統。我哋未來亦都會繼續加大力度推廣採用遙控天秤系統，期望有更多公私營項目可以響應。如果我哋平時要傳統天秤咧，咁60樓層高咧，我哋爬上去都要差唔多成1個鐘頭嘅。咁由上面落翻嚟又要半個鐘，咁其實每天工作淨係計一次上落都冇咗一個半鐘到㗎啦。因為我哋傳統以前喺天秤上面係有好多盲點位嘅，睇唔清楚。咁佢所有嘅鏡頭啊，或者所有嘅設備咧，其實都比傳統天秤好嘅。咁佢睇嘅角度或者嗰啲鏡頭嘅角度咧，已經係完全模擬晒佢天秤上面嗰啲咁嘅角度㗎啦。令到咧我會更加有信心咁去做每一個動作，咁令到工作效率會增加咗嘅。發展局好積極咁鼓勵業界應用創新科技。牽頭勞工處甚至到咗地盤實地視察環境，喺工程團隊得到呢啲幫助之後，就更有信心將呢個符合職安健法例嘅遙控天秤落實喺我哋嘅工地。呢個有助推動整個行業對創新科技嘅應用，為智慧建築長遠發展作出貢獻。土木工程拓展署最近喺粉嶺北新發展區粉嶺繞道東段興建行人天橋同埋行車橋嘅工程，分別採用先進物料去減少原有嘅物料用量，同應用新嘅技術去縮短施工時間。其中，我哋利用超高強度嘅 S960鋼材嚟起2條行人天橋，更加係全球第一次。我哋身處呢條行人天橋喺粉嶺梧桐河嘅上面，附近除咗有架空電纜，我哋仲要喺佢上面再建造繞道嘅行車橋，施工嘅空間同埋可以用到嘅機械都好有限。另一條橋喺規劃好嘅龍躍頭交匯處，地下佈滿電纜、食水同埋煤氣喉管等等，所以成個設計要輕量化，再善用預製嘅方式，爭取早日完成。於是工程團隊以勇於創新嘅思維，採用咗 S960超高強鋼。咩係 S960呢？隨住國家煉鋼技術嘅進步，其實 S960係國家自主生產嘅超高強度鋼材。S960相比起而家一般基建所用嘅 S355鋼材，強度高近3倍。咁樣採用 S960嚟建造天橋，就可以大幅減少所需嘅鋼材，減輕橋樑嘅自身重量，仲可以降低地基、運輸同埋吊裝嘅成本。頭先講到咧 ，S960超高強鋼喺橋樑嘅應用咧，其實係非常之創新。因此咧，喺世界各地，以至喺香港咧，其實而家咧都係缺乏啱用嘅設計規範。為咗等日後業界可以更加廣泛使用咧，我哋就同香港理工大學合作，一齊訂立 S960鋼材嘅設計標準，同埋開發焊接技術。當中結合咗大學本身喺呢方面嘅科研成果，同埋歐洲嘅鋼結構技術要求。我哋而家身處喺粉嶺繞道東段橫跨東鐵線嘅其中一段行車橋。今次係全港首次採用橋身轉體方式嚟接駁，有別於過去要用架橋機逐件吊運嘅建造方法，避免喺東鐵線上空長時間進行高風險工程。2條行車橋分別喺去年9月同11月嘅凌晨完成咗橋梁轉體嘅接駁，橋身要跨越東鐵線路軌，我哋要諗辦法減少喺行緊車嘅東鐵線上空進行工程。如果用傳統嘅架橋機喺鐵路上空深夜非行車時段將預製組件吊運同埋裝嵌，咁未完成嘅橋段呢，就會喺鐵路上空懸掛差唔多2年時間㗎啦。
唔單止對鐵路營運造成安全風險，我哋更加至少要喺80個港鐵非行車時段嘅深夜進行接駁，工期較長，風險亦都高。所以團隊就採用咗創新而且高效嘅橋梁轉體方案，先喺東鐵線旁邊嘅空間起好成個橋段，跟住喺1晚之內進行橋梁轉體接駁，大幅縮短咗約1年嘅工期，減少咗工程嘅開支及施工對鐵路服務嘅影響，同埋降低長時間喺鐵路上面進行工程嘅風險。橋梁轉體最終順利完成，呢段粉嶺繞道東段將會大大改善粉嶺北新發展區嘅交通連接，為北部都會區嘅整體規劃提供重要支持。發展局轄下部門積極採取新材料同埋應用新技術，為日後應用喺其他基建項目提供咗寶貴嘅經驗。未來我哋將會喺更多嘅工程項目中應用呢啲新物料同埋新技術，以降低成本同埋提高建造業嘅生產力。